班啊烦热，食物件嘛要特别注意。像讲高雄小港区汉民国小一个5年的班，拢总12个学生拢有吐的情形，赶紧互人送去病院。经过检查，发觉11个是胃肠炎，有食物件中毒的情形。另外一个是 A 型流感，这个老师讲，迄当时也未食到，带大家做伙来体验做棉仔花糖的活动。伫咧附近一间已经有27年历史的红茶老店，啉红茶冰了后，大家就开始有腹肚痛、有落屎的情形。卫生局接到报案了后，随甲一杯也未啉的红茶，早登去检验。一个学生学3个老师为车顶带落来，行去小港病院的急诊室。过偌久，阁有几来学生嘛防再来吃，也未到食到的时间，就12个学生同齐出现腹肚痛、流骨吐的情形。因为天气太闷热，所以班级导师很好意的，为学生订了外送饮料。学校调查，这的学生拢是5年啊，共一个班的学生。昨在9点外，学生体验做棉仔糖的活动，叫外口的红茶冰10点40分送到学校，过超1点钟，学生就开始感觉袂爽快，送去病院。应该是食物比较有关系，只是说因为有发烧，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程序，还是快速筛检。病院诊断有11个学生是胃肠炎，休困3点钟了后，就回去厝的休困啊。敢若有一个人有验到 A 型流感，爱住院观察。卫生局接到通报追查，这间饮料店是伫当地已经开27年的老店，赶去店内做卫生检查。今天来稽查的重点大概是哪里啊？当然是看环境啊，还有它的食材。调查了后，发现这间店包括鸡丝头啊、甲私人的物件，拢无规定爱放的所在，要求业者限期改善，造成胃肠炎真正的原因。卫生局已经收集样本，要检验红茶冰是毋是有细菌污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